大家好，我係 3D 班嘅劉樂欣。喺介紹呢本書之前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命運將你身邊嘅人一個一個奪走，你仲有冇勇氣生存落去呢？今日我想介紹嘅書就係《活着》啦，佢嘅作者係余華。呢個故事用第一視角嚟帶領讀者去睇咗一個人嘅一生，令我印象好深刻。主角叫福貴，佢本來係地主少爺，但係因為中意賭錢，輸晒家產。從此之後，佢嘅人生就變成一場漫長嘅送別。佢嘅身邊嘅至親一個接一個嘅離開，老婆、仔女、女婿及唯一嘅孫仔都因病或者不同意外而過身。到最後，福貴身邊剩翻嘅只有一隻同佢同名嘅老牛。聽落去好慘，但奇妙嘅係睇完呢本書，你感受到嘅竟然唔係絕望，而係一種莫名嘅力量。書入面有一句說話：人係為活着本身而活着，唔係為咗活着以外嘅任何嘢。福貴唔係咩大英雄，佢冇反抗命運，佢只係默默忍受生命帶俾佢嘅責任，忍受呢份夾雜住幸福同苦難嘅人生。睇完呢本書，我有兩個得着想同大家分享下。而我第一個得着就係寬恕。對福貴嚟講呢，佢為佢呢一生唔可以寬容嘅人就係春生啦。春生為咗救自己嘅老婆，令到福貴唯一嘅孫仔慘死。後來春生被批鬥，佢同福貴講自己已經生存唔到啦。福貴聽到之後反而鼓勵春生，同佢講：你爭我哋屋企一條命，就係我孫仔條命。可能讀者睇到呢度會以為福貴要春生一命打一命，但其實福貴嘅意思係叫春生要用自己嘅生命好好活下去，因為福貴已經揾到活着嘅意義。佢用一顆寬恕嘅心去對待本來佢最憎嘅人。各位同學，我哋喺學校喺生活中可能會遇到一啲我哋唔中意嘅人，都有可能會聽到我哋唔中意聽嘅說話，而有可能會捲入一次又一次嘅誤會。記住，遺憾最深、最辛苦嘅其實係你自己。寬恕唔代表軟弱，而係代表你夠強大去放低。試下原諒人，你會發現自己輕鬆咗好多，開心咗好多。我嘅第二個得着係對幸福嘅反思。在好多人眼中，福貴係唔幸福嘅，但福貴自己覺得可以安穩過日子，已經係非常難得嘅福氣。我好欣賞福貴定義幸福嘅能力。喺現今互聯網嘅時代，我哋好容易喺社交平台見到人哋嘅幸福，之後不知不覺覺得幸福係有一套固定嘅方程式，要你去模仿去追逐。我哋要有能力分辨邊啲係虛假嘅幸福，之後將自己嘅人生精彩嘅活下去。同學們，幸福唔係名牌，唔係 I like， 唔係同人比較，真正嘅幸福係健康，係身邊有人關心你，而你有目標可以追逐。唔好俾社交平台蒙蔽咗你嘅雙眼，要學識珍惜自己擁有嘅事物。你嘅人生係屬於你嘅，唔需要換成別人嘅複製品。今日我嘅好書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都會去圖書館借閱《活着》呢本書。大家好，又係我哋宣傳閱讀月活動嘅時間啦。啱啱過去嘅星期三，我哋舉辦咗飄書活動，見到都有唔少同學參加喎。係啊，飄書真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嚟㗎。除咗可以促進書本嘅循環作用，亦都可以減少資源浪費，同時亦都可以推動環保，為地球出一分力。冇錯，最緊要係去俾一班愛書嘅老師同同學免費換到想睇嘅書，降低閱讀成本。見到啲書可以流動到下一個有緣人手入面，嗰種知識分享同社群互動嘅樂趣真係好難得㗎。活動已經圓滿結束，今日我哋要介紹第二個閱讀月嘅活動。呢個活動我哋請咗幾位非常特別嘅嘉賓，係邊個？就係佢哋啦。喂，阿朱，呢度邊度嚟㗎？呢度咪係 Perfect 讀書會咯，會有老師同埋同學分享好書㗎。讀書會？
吓？做咩唔預埋我啊？我成日都喺呢啲書入邊㗎，我主角嚟㗎。有冇睇過《哈利波特》啊？有冇睇過啊？我啊係大奸角嚟㗎。我梗係主角啦，人人都識嘅 Marvel 漫畫蜘蛛俠 Spiderman。如果唔係我咬咗 Peter Parker 一啖，佢點會變成蜘蛛俠㗎？喂，阿朱，我哋不如一齊去 Y1 做讀書會嘉賓啦。好啊，我仲叫埋我兄弟蜥蜴仔鴨湯，佢呢排拍完電影都幾爆紅㗎。阿朱，你今日望落去好好味喎，不如我咬啖你先啦。啊，唔好啊！呢個活動就係 BookFix 讀書會之從書本説起啦。從書本説起，我哋次次讀書會都係從書本説起嘅喎，有咩特別啊？係爬蟲類個蟲啊！今次讀書會，我哋會從爬蟲類嘅相關書籍講起。報名參加嘅同學仲可以近距離接觸爬蟲小動物啊！咁係咪真係蛇啊、蜥蜴啊、蜘蛛會嚟我哋學校㗎？冇錯啊！活動將會分成2場進行，第一場喺下星期5 4月24日進行，當日會有文學類書籍作主題；而第2場日期係5月8日，第2場就會以科普書籍作閱讀主題。2場活動嘅時間都係午式1點25分至2點10分，地點都係 One Space 一語之間，中1至中5嘅同學都可以參加㗎。第一場參加嘅同學仲會近距離接觸到球蟒蛇同埋鬆獅蜥蜴㗎。我知道爬蟲類小動物係好得意，不過我有啲驚佢哋。放心，當然可以嚟聽讀書會，但唔直接接觸爬蟲類啦。只要報名時寫清楚就得啦。如果對呢個活動有興趣，就記得快啲嚟圖書館揾嚴尚恩老師同李珍小姐報名啦。每場名額有30個，名額有限，記得先到先得啊！如果你都想認識更加多爬蟲類嘅書，同埋親身接觸更加多爬蟲類嘅小動物，就要記得踴躍參加啦！一齊從書出發啦！我哋今日嘅宣傳就到呢度，拜拜。